少爷，你想太多了，我用为去向你。我泰山也来观你，万行事情你不明，我也是爱英雄，茶也心里传万里，笑也求我有志意，万福相知不经意，高粱一丝共千担，一担比天意。公啊公，你那米破天子哦那，风尘仆仆茶山那里哟那哟哟。呀，七心马中开盖天哦那，匆匆一年呀满那一哦呀满一呀。哦，管家空起来，我杀风景了。有事哦。你茶山风有无书好来看？我哦，行去苦顶较好呐。老夫人啊，老夫人！哎呀，龙有情，妹有意，感育天神。哎。担心你要去向的问题，身有残疾啊！老夫人，一定是龙有骑马来，爱意花意呀，真心相爱呀。真好，真好！我看到你的话，就像看到我头摆老娘爸强强，我强强的茶山相识。看到你的，就想到俺的计量事。啊，
可惜。啊，行李、乡里，那么，你去茶厅视茶，你都讲好无啊？老夫人，我头下争去个，你都先去，我等下就来。好。喂，我讲啊，你也应该出来的吧？有股酸软，你头又长眼哦。啊，痛痛痛痛痛！我问你，马街蘑菇爱里站，马街蘑菇水中烟，马街蘑菇几十买，马街蘑菇茶三件。从前蘑菇来里转，不起蘑菇水中烟，天府蘑菇给手买。阿公哎呀，见到阿妹爱就蘑菇，爱就蘑菇插三天。我讲你啊，我冇叔叔，爹要做乜解啊？爱看啊，太哥老爷表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心生羡慕呢。好好好，我啊，我替你留心，用哪家闺女来中意你？你冇做，有乜嘅問題啊？蒙定愛，全身起嘅幾馬皮啊！容姨，你看到你表弟的事情，给你自家有嘛该打算啊？我自家打算。三公兄妹有打算，一家呀都有情人。小呀，夜迷看糊涂，姊妹相依天佛土，安心当一莫关爱。为何公义唔介意，但求同意两相宜？此时此景啊，我对天使此生只爱你相依。你笑呀！祖先花的娘柳松，爱起风来你面上，用言自喜太糊涂，天地方面他中央。你讲你，像你爱娘。好赌弹掉个太家子，我一概撒网打偏去茶山，你打算哪么个评价同我做姑娘？你爱本爱机会啊！
多一点，观察啦。怎么你机会哦？你爱本眼机会哦。来观察，你没去量停视察，就是我大头你嘅数，给俺老人出汗啊，唔是我冇出汗，给俺老人拿茶量啊，唔是你看你啊，我不讲风嘅用诶。给俺，给俺啦。娘亲关系，心意无害。娘亲满面笑容，是有心事。唉，有太事。娘亲，你放心。眼看你自家15年，地上天死汉将到，我也应该讲实话咯。实话，其实，阮去记，爱无恶过。你们是哪个？你竟然连爱都瞒啊！心意呀。全
良事，我当心问题，日後會避免受害。聽其扮作殘疾，感受對方嘅戒心。在這期間，慢慢將自家產業恢復，謹慎投拜。你愛弟將權力拿回，我一步一步，我忍耐，我能屈能伸，步步為營，怎能度過這險惡的15年呐？处之事，请求虽不生明白，但生欢喜，同其就得开口讲法。真好，真好，已經苦盡甘來，俺哋一家仲能好好安安穩穩過日子咧。夫人少爺，太事唔好咯，何事奉送啊？仲出來報啊！講點昨日對日本嘅主婦嘅舊男正準備進駐龍침河哦。媽雞呀，主婦難道係換年有強義嗎？香兒唔會按糊塗嘅，香兒猜奈，香兒不在府中啊！哎呀，實在激死我咯！給你家去啊！等下，望總管。家去請見太老爺，向百姓不准同樣死刑。我馬上來去。請貴，兄弟，兄弟，主婦家法只有強衝，自家嘅奴才司法咯，死刑唔可輕採用啊！二主家喺地方嘅有夢嘅民族啊哈，應當啊以身作則啊，你啊種嘅奴才啊，應該有你哋啊親自好，真好，嘿，你啊漢上嘅大眾服裝啊，豈不是白髮朴實嘅強風呢？哎呀，就按樣嘛，就應該由你條祖父給你啊推落去啊！哎，大不就死了。大家，按樣部分是會害怕，我不枉法係嘛？哦，按樣我日本嘅人啊，你還老弟就講好係嘛，姑娘？嘿，你啊兩隻奸夫淫婦啊！呸呸呸！我求求你啊，得啦！你係我唯一嘅愛人，你大家唔愛用你啦！你呀，臉皮很薄啊哈！哎，既然還期待兩位哦，這衰人啊，就係咩？全部嘅過錯，就係我出生嘅，你殺你聖誕就好，我痛到我嘅妻子。還有生風哦，哎，你係真心相愛，所
带出来啊！我呸！别，就是咩？无面无。哎，你从去做嘛嘅？去做公平嘅，除了安阳嘅厨师还做得啊！进步嘅事，大步嘅事啦！哎，大步嘅。凤头，天子脚下，公天发言，万人允准你哋同用实行啊！叶老爷，你来得拄好，你讲做唔得，同样实行，那就搞不赢啊！阎老爷，我求你不用过记掉，真心相爱又何过？将来都是爱唔好，相爱存记做心求，无计可是你是丫头。好啊，就应该送到官府去啊！哎，根据我朝的法，嘅通奸之人要按凌迟处死，哎，有嘅失踪你就讲系冇？嘿，错啊！爱上你需求，不用过存给娘子啊！我求你哋啊！你先没娘走给嘛？今天太老呀！哎呀，见见我朝的法，同见是爱廉耻处事，有嘅失踪嘅。多年来，你还没一次母亲爱娘。阿妹，哎，看来官府嘅人要冇想我查两件事情，不能哎你总计条推落水好啊！推下去！阿萨敢同罗神嘅神口老儿子，就会同罗神作对。刘管家，就是因为你嘅反对，嘅爱嘅儿子啊，才会偷偷来朱太爷屋下，来偷偷拜堂啊！我呀，前几十年已经为记到3年拜堂咧，众位乡亲啊，夫妻应该交比酒，弥漫人言做神酒，做神无悔应有酒，系老神做事不当，张为暗用，权情结婚，众口难调。系老神无通知大家，要建议记条去外乡发展，怎会做神无悔？嘅老神伫呢位，跪求众位乡亲高抬贵属嘅老神。哎呦，做妇人嘅鬼，岂不是要折杀我哋咩？做义父上，向来老祖太傅唔下，忽然间结做亲家，唔知我如何向乡亲介绍，怎会枪时冇公开衙门情事啊？已经做成安泰嘅误会，加改公开嚟啊！家，老记得松绑啊！